兄姊妹早晨，Hello，好啊，咁我 share 咗個 PowerPoint 先啊。今日咧好似又係呢個轉嗰個時間，即係 daylight saving。我記得上一次都好似係嘅，啱啱就係今日轉所以咧都可能係 Katie 考驗我，即係記唔記得 Houston 個時間。不過對我嚟講咧，早一個鐘係好啲嘅，我精神啲嘅，即係冇上次咁攰嘅。咁啊，希望今日咧，即係都仍然係可以講得清晰啦，可以喺網上面同大家一齊去敬拜啦。好啊，咁我哋開始聽到之前咧，我哋有個祈禱先啦。親愛的主，真係多謝你今天嘅早晨，你賜我哋有生命有氣息去敬拜服侍你。在今天咧，求主你嘅靈繼續與我哋同在，帶領我哋每一個有謙卑嘅心，我哋去受教喺聖經嘅當中，我哋咧繼續去仰望主你，即係同我哋每一個人嘅說話，亦都願意我哋每一個咧聽道而行道，喺我哋生命裏邊去活出主你俾我哋呢個嘅道，讓到我哋咧係可以嘅生命係彰顯主你嘅榮耀。仲係多謝你，我哋感恩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嗱，咁呢幾年咧，就其中一個嘅活動啊，就係咧就同啲小朋友咧一齊咧，係即係同佢哋除咗游水啊咁樣咧，就教佢哋踩單車。嗱，咁啊踩單車咧就話難話唔難啦，話容易咧都唔係容易嘅，即係都唔係咁簡單啊，即係都唔係個個人咧就一學就識嘅，都係需要咧去重複練習，掌握嗰個嘅平衡啊。咁咧要即係一學就識啊嗰啲咧，都係有啲運動天分。咁我身邊咧識咗唔少同年紀嘅朋友咧，即係去到好大年紀咧先識踩單車。咁有啲人學笛都唔識，索性唔玩啦，即係叫親去打單車咧，佢就走噶啦。嗱，咁兩個嘅小朋友咧踩單車咧最怕咧就係跌親啦，因為一踩單車咧冇咗個輔助轆，咁咧如果平衡唔到咧就跌噶啦。咁樣點樣先可以順利咧教佢哋去踩單車，可以掌握嗰個平衡咧？咁咧我就諗啦，亦都係諗咗啲嘅方法，又或者咧係都係我自己嘅觀察同埋領受嚟嘅。就係咧，我哋一踩落去嘅時候咧，眼睛咧就要向前望。嗱，有時候咧，我哋驚跌咧，或者係驚惶失措啊。咁我哋踩嘅時候就會垂下頭睇住隻腳啊，或者睇住唔知邊度。咁咧就通常係咁樣咧，就一定掌握唔到個平衡，咁就跌得好快，根本連一步都踩唔到嘅。反而咧，願意我哋踏出第一步，然後咧眼睛就向前望咧，然後整個身體嘅肌肉咧就彷彿好似配合你嘅想法咁樣嘅。咁我哋試多幾次，不斷重複咧，我哋慢慢就可以掌握個平衡噶啦。咁我記得翻香港之後咧，有一個星期六下午啊，我就帶住兩個小朋友咧喺附近嘅單車公園就租架單車俾佢哋，然後咧就教佢哋踩啦，跟住咧喺佢身邊就不斷嘅重複提醒，你踏前一步就要揸住床牌向前望，向前望，向前望，咁就算跌咧，你都要向前望。咁啊幾有效噶，佢練咗都唔夠一個鐘咧，咁就掌握咗個平衡，咁就識咗。識咗之後咧，仲好似係好熟練咁啊！嗱，咁我從呢件事咧，我都諗啊，其實我哋人生都係咁嘅，我哋都係要向前望啊，人生我哋先可以繼續前行。我記得愛因斯坦咧有一句咧係名言啊，成日都喺網站度 quote 嘅。佢話：Life is like riding a bicycle. To keep your balance, you must keep moving。呢句說話咧就好似我剛才講嘅引言想表達嘅意思咁樣。嗱，今日咧我就一同去睇《使徒行傳》15章36到41節，係一段咧關於保羅同巴拿巴佢哋起咗爭執，然後分開嘅一段記錄。嗱，呢段經文咧，每次我哋睇嘅時候咧，都會感到好突然啊，好難過，又或者唔明白點解保羅同巴拿巴呢兩位啊，真係出生入死喺宣教工場嘅好拍檔，最後咧會因為呢啲嘅小問題就要分道揚鑣咧。嗱，今日我就嘗試用一個更加闊嘅角度去思想同埋應用呢段經文，睇下初代教會點樣喺突如其來嘅變化之下，佢哋繼續前行作主嘅工作。嗱，《使徒行傳》咧，之前咧我 XCC 教會咧都有一個講道系列係講過嘅，佢咧就係記錄耶穌復活升天之後，然後耶穌就差遣聖靈保惠師
住喺每一個門徒嘅生命裏邊，讓到佢哋可以靠住聖靈嘅帶領同埋能力去傳福音，建立更多嘅門徒，就係所謂實踐大使命啦。而使徒行傳門徒去傳福音咧，亦都係按住耶穌咧所講嘅次序啊，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做佢嘅見證。呢個係使徒行傳第一章嘅時候咧，我成日都會講呢節嘅經文，就係咧耶穌就係要我哋咁樣去傳福音，而直到地極咧，當然就係指到福音係要傳到喺非猶太裔，即係話唔同種族膚色嘅族群裏邊，就係話咧傳到去我哋啲外邦人嘅當中，讓佢哋咧都可以聽聞福音，得着咧呢份嘅救恩。嗱，《使徒行傳》今日我哋睇嘅15章咧，其實福音已經係傳到外邦，而且咧呢件嘅事情係整個嘅耶路撒冷教會一眾初代嘅使徒已經係見證住呢件嘅事情係發生。呢件事情嘅發生係因為神咧就係興起咗一對咧喺宣教上面嘅好拍檔，就係我哋今日會睇嘅保羅同埋巴拿巴。佢哋受聖靈嘅差派，由安提阿去出發，做外邦人嘅佈道工作。嗱，保羅同巴拿巴咧係配合得好好嘅，不論咧係佢哋恩賜啦、屬靈生命啦等等方面咧，都係一對好好嘅合作夥伴。嗱，我哋知道巴拿巴咧，佢係勸慰子嘛，即係咧佢係善於去安慰人、堅固信徒嘅心。而保羅咧喺佢回轉信主之前咧，佢就係一個法利賽人，即係話咧佢本身就係一個出類拔萃嘅聖經教師嚟嘅。所以佢信主之後，理所當然咧，佢就有一個教導聖經嘅恩賜。嗱，呢對宣教嘅拍檔咧，就係咁樣去互相配合。由使徒行傳13章開始，如果我哋睇聖經咧，佢哋就開始去奉差遣去外邦人嘅地方傳福音。當中咧，雖然遇上好多嘅逼迫阻攔，有唔少猶太人係反對佢哋，甚至煽動其他嘅群眾去攻擊佢哋，但係咧都冇辦法阻礙佢哋嘅福音工作。佢哋咧經歷風風雨雨，佢哋咧都可以彼此嘅配搭，靠住聖靈去傳福音。喺外邦人嘅地方，猶太人又信主，希臘人又信主，佢哋咧就係咁樣靠住聖靈去建立一個又一個嘅教會群體。由13章到15章咧，我哋就可以睇到神咧係點樣所謂大大嘅使用佢哋，讓到福音傳到外邦。呢個咧係當時嘅教會係見證住呢件事情。而我哋就算睇今日嘅經文，淨係第15章，已經記錄咗4次保羅同巴拿巴佢哋一同去服侍經歷患難嘅片段。佢哋咧就係要證明真道，令到純正嘅福音咧係得以傳揚。佢哋為咗咁咧，佢就擺上佢哋一切。嗱，如果我哋有聖經咧，都可以揭下，又或者咧睇咗 PowerPoint 都得。15章第2節，佢哋咧就係喺壓力之下咧，竭力為真道去爭辯，就係力抗當時嘅異端。保羅同巴拿巴同佢哋發生咗激烈嘅爭執同埋辯論。第2節講，大家就決定指派保羅同巴拿巴和本會幾個人咧，為所辯論嘅事上耶路撒冷去見使徒同埋長老。當時就發生咗一件事情，就係有一班猶太人嘅異端，佢哋咧堅持要外邦嘅基督徒，如果唔按照摩西嘅規條去受割禮，佢哋就唔得救。呢個咧明顯係一個錯誤嘅教導。聖經就話咧，保羅同巴拿巴咧就企出嚟為呢個真理咧去辯論。然後去到15章12節呢度話咧，眾人都默默無聲，聽巴拿巴同埋保羅述說上帝藉着他們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蹟同埋奇事。嗱，第二個喺15章合作嘅場景就係二人喺耶路撒冷會議裏邊，佢哋述說咧神藉着佢哋喺外邦人當中所行嘅神蹟同埋奇事。佢哋繼續
為着外邦人可以行割禮嘅呢個嘅問題咧，係為主去做見證。講到明外邦人信主係唔需要行割禮嘅。講到明聖靈嘅恩典係點樣喺外邦人當中去彰顯。然後去到15章26節，聖經咧係直接咁講，呢兩個人咧，保羅同巴拿巴就係為主耶穌嘅名咧，係不顧生命嘅。再次講到明，佢哋就係一對出生入死嘅好兄弟。然後15章35節就係當耶路撒冷會議過後，整個嘅爭議議題過咗一段落之後咧，亦都記錄佢哋二人咧繼續喺安提阿嘅地方一同去教訓人傳主嘅道。嗱，只要我哋淨係睇15章，已經係節奏緊湊，不斷咧寫保羅巴拿巴、保羅巴拿巴、保羅巴拿巴，佢點樣一同去同工嘅片段。嗱，我相信呢個係路加刻意嘅記錄，強調佢哋二人咧就係咁樣協作無間，係一對咧喺服侍上邊嘅好拍檔。嗱，我相信咧佢就好似籃球界嘅佐敦柏賓或者係 Kobe O'Neal 咁樣，只要一落場比賽咧就可以取勝噶啦，橫掃整個聯盟。嗱，我就最認識籃球，所以通常咧就用籃球員做例子。你可以想象咧，你有邊啲有名嘅拍檔係唔同領域嘅，你都可以代入去思想，就可以更加立體咁明白咧，保羅同巴拿巴之間嘅關係。保羅巴拿巴咧，佢哋就係一個福音上邊一個最強嘅拍檔。佢哋喺當時一直就係教會嘅箭頭，開山劈石，建立一間又一間嘅教會。所以弟兄姊妹，呢個咧其實都係好值得我哋去效法嘅一件事情，就係我哋喺服侍嘅當中咧，無論你係邊一個崗位咧，我哋都應該揾一個好戰友啊，一同去服侍。就好似保羅同巴拿巴咁樣。嗱，唔知喺你嘅服侍崗位又揾唔揾多個咁嘅好拍檔？我相信咧，特別係做一啲帶領嘅角色，例如係團長啊，即係 Sarah 啊、Chris 嗰啲咧，最好咧就有一個好嘅拍檔，咁咧令到你哋帶團嘅時候咧就分擔下你哋嘅重任，咁樣咧你哋就可以事半功倍。喺侍奉上邊咧，好似巴拿巴、保羅咁樣，一個做安慰兼顧，一個做教導嘅，咁樣咧喺侍奉上邊咧就唔會覺得咁孤單。咁樣合作咧，通常咧都會係帶嚟喺傳福音上邊、侍奉上邊咧有一個好美好嘅過效。我記得咧，我臨走之前咧都同大家去預備嘅一個主題係彼此認識、各按其職嘅退修會啊，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嗱，其實咧當中其中一個目的咧，都係希望我哋可以彼此啊，我哋知道大家嘅性格啦、恩賜啦。然後咧，我哋可以喺服侍嘅當中咧，我哋去彼此配搭，讓到我哋教會服侍嘅時候，可能我哋揾到一啲好嘅拍檔，咁我哋就更加有力量。因為我哋服侍嘅時候，常常咧都會做到好孤單，成日咧好似想 burn out 咁樣嘅。但係保羅同巴拿巴呢個嘅範式咧，就明顯喺聖經裏邊，讓到我哋可以去學習，讓到我哋喺服侍嘅當中咧，係可以有一個同伴。然而咧，好可惜噶，呢對咁好嘅同伴咧，卻今日嘅經文我哋就睇到啦，就因為一啲嘅事情咧，就出現爭執，然後就分開咗。所以如果我哋睇《使徒行傳》由13章，我哋一口氣讀到15章，睇佢哋宣教嘅工作，然後再讀今日主席幫我哋讀嘅經文15章36到41節咧，我哋就更加咧會有一個好強烈嘅反差，有一個好矛盾嘅感覺，就係一對喺屬靈上面嘅戰友吓，點解突然對馬可呢個人有唔同嘅睇法？佢就決定係分道揚鑣咧。嗱，經文15章36到39節係咁講噶，佢話過咗日子，過了一些日子啊，保羅對巴拿巴話：讓我們回到從前宣揚主道的各城，看看弟兄們的情況如何。巴拿巴有意帶馬可同去，但保羅認為不宜帶他去，
因為馬可從前在龐菲利亞離開他們，不和他們一起工作。39節話咧，於是二人呢就起咗爭執，甚至係彼此去分手。嗱，對上35節仍然係講呢兩個人好好地喺安提阿去教訓人傳道。下一節咧就立即講佢哋大吵咗一鑊，係激烈到咧係要彼此嘅分開。即係話呢對好拍檔咧，就因為咁咧就拆夥。我哋睇嘅時候咧，相信會感到非常嘅震撼。嗱，嗰個爭論嘅焦點咧，就係嗰個稱為約翰嘅馬可。其實約翰馬可咧，先係呢個人嘅全名。保羅咧認為唔應該帶佢一齊服侍。個原因咧，就係追溯到之前《使徒行傳》13章13節嗰度話咧，保羅同佢嘅同伴從帕弗開船來到龐菲利亞嘅別家。約翰馬可呢度咧就離開咗佢哋，回去耶路撒冷啦。嗱，呢度所講嘅約翰咧就係同一個人，所以咧佢個名叫約翰馬可。佢就喺第一次外邦嘅宣教旅程當中咧，佢突然中途退出，所以保羅咧就認為呢個人咧就靠唔住，唔係一個可靠嘅同工，所以堅持咧就唔肯帶佢去。但我哋知道巴拿巴咧，佢作為一個勸慰子啊嘛，即係佢係一個比較咧重視呢個關係嘅人，佢就渴望原諒呢個約翰馬可，即係話想俾多次機會佢，希望可以咧再帶佢上路。其實個分歧咧就係咁簡單，帶定唔帶，各站一邊，就導致咗咧呢對好拍檔咧就咁就分裂咗。嗱，15章39節咧，呢度話起咗爭執咧，其實原文嘅意思咧，話佢哋因為呢個嘅分歧啊，係發生咗一個好激烈嘅爭吵啊。有聖經學者咧，甚至描述呢個字咧，其實就係想形容當時佢哋係情緒高漲，即係鬧到咧係面紅耳赤，大聲咁樣叫嚷。呢個咧就係呢句說話咧，想表達當時保羅同巴拿巴咧佢哋爭執嘅場景。呢個嘅情況咧係好難令人哋明白同埋接受嘅。過去佢哋喺宣教路上受到咁多嘅逼迫同埋困苦，俾猶太人、外邦人攻擊質疑，遇上咁多嘅生命危險，都冇辦法讓到佢哋分開。反而教會呢個嘅屬靈領袖，一直出生入死嘅好兄弟，居然為着呢件嘅事情咧，就嘈交嘈到咁嘅程度。所以咧，有唔少聖經學者咧，都對呢件事情咧，佢講出自己嘅睇法。有唔少人咧就話保羅唔啱嘅，因為從前保羅咧回轉信主嘅時候咧，就淨係得巴拿巴係睇到保羅係真心悔改，所以願意咧去接待佢、接納佢，讓到佢入到教會。嗱，我哋知道保羅咧，從前係一個熱心去迫害基督徒、一個法利賽人教師，所以佢遇見神回轉信主之後咧，其實嗰陣時啲基督徒咧係人人都驚咗佢嘅，唔知佢係咪真係信，可能係假信，係想混入教會裏邊咧，係捉更多嘅人。如果唔係有巴拿巴呢個勸慰子主動去接納保羅，引薦佢、提攜佢，俾多次機會佢，就好似喺呢度咧，佢想俾多次機會約翰馬可咁樣，咁就唔會有今日呢個偉大嘅宣教士保羅。而且咧，往後呢個約翰馬可，雖然佢曾經喺宣教嘅旅途當中去中途離隊，但係咧，其實佢最終都係一個願意為主擺上生命嘅門徒。教會嘅傳統係相信咧，呢個約翰馬可咧就係馬可福音嘅作者。所以作為一個有伯樂恩賜嘅巴拿巴咧，其實佢睇人都係幾準嘅。所以有唔少人認為咧，保羅係太執着啦，佢仍然係保留住咧法利賽人嗰啲保守嘅性格。然而誰是誰非，我哋知道到頭嚟咧，一定係只有上主先可以喺當中審判同埋監察。而不論不同嘅牧者學者對呢件事情有咩觀察同埋立場，
或者你睇完之後，你認為保羅係啱啲，定係你認同支持巴拿巴，可能都會立時咧喺度當中係分開一人一半，50-50。雖然有唔同嘅意見，但我睇到嘅係咧，唔同嘅學者佢最終嘅結論咧，都係睇到路加咧將呢件事情記錄落嚟咧，其實係有佢嘅心意，就係佢想讓到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睇到人嘅軟弱同埋罪性。嗱，聖經其中一個嘅特色咧，就係佢從來唔會掩飾人性嘅軟弱，就算係啲偉大嘅宣教士都不能夠避免。佢都會因為各自嘅睇法，堅持自己嘅立場，然後發生爭執。喺呢件事情裏邊，讓到我哋睇到神呢係點喺當中去掌管呢件事情。就算佢哋發生爭執，讓到整個宣教團隊嘅不合，都冇影響到整個外邦人宣教工作嘅發展。保羅同巴拿巴呢個嘅爭執過後，福音仍然係繼續嘅傳揚，教會仍然係繼續嘅發展。甚至乎我哋知道涉事呢三個人，保羅、巴拿巴同約翰馬可，都冇因為呢件嘅事情咧，佢哋去離開咗神，離開侍奉崗位。佢哋最終咧都能夠靠住神完成神俾佢哋嘅呼召，喺嗰個年代為主去做見證。呢個就係往後喺使徒行傳當中，或者其他嘅新約書信裏邊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嘅一件事情。所以呢件嘅事情，除咗係睇到人嘅軟弱之外，亦都係一件典型嘅事，係睇到神點樣藉住一啲係人睇嚟係唔好嘅嘢，又或者神係將人嘅軟弱，將唔好嘅事情變為一件好嘅事情。其實喺聖經裏邊有好多呢類嘅例子，例如約瑟俾佢嘅哥哥出賣，卻轉化為整個以色列民族家族啊可以拯救嘅開始，係壞事變成好事。然後大衛佢出生嘅時候要放羊，甚至係長期受到奚落同埋逼迫，但係呢啲嘅事情咧，佢係磨練出大衛有一個堅毅嘅性格，成為一個合神心意嘅人。有時候看似壞嘅事情，但喺神嘅手裏邊又變成好事。我哋熟悉嘅彼得三次不認主，睇嚟咧佢又會走上猶大嘅道路，喺眾人面前背叛耶穌，離開神。然而呢個嘅經歷，佢讓佢真正明白到自己性格上嘅驕傲同埋不足。當彼得再次回轉經歷神嘅愛之後咧，佢就成為咗教會嘅基石。因此，雖然唔同嘅人對呢件嘅事情可能有唔同嘅想法，但佢再一次讓我哋睇到上帝嘅作為，佢點樣轉化一啲人睇嚟係唔好嘅經歷同埋事情。係詩篇76篇10節，詩人呢都有同樣嘅領受。佢話人嘅憤怒要成全你的榮美，人的餘怒你要禁止。詩人嘅領受係上主呢，甚至能夠使用人嘅怒氣成就佢嘅義。呢個就係我哋今日睇段經文一個值得我哋反思同埋學習嘅地方，就係我哋認識人嘅軟弱，然後認識神嘅大能。所以弟兄姊妹，事情咧就係咁樣發生咗。回顧起嚟咧，有時候係冇辦法避免，因為呢個事情嘅源頭咧，其實就係人對事情嘅觀點同角度嘅偏差。有人嘅地方就有咁嘅問題。就算係好多年之後，2000年之後，而家嘅教會咧，其實喺我哋身邊都係仍然不斷湧現，好似保羅、巴拿巴、約翰、馬可呢類人同人之間嘅紛爭，分離成為咗事實。事情一時之間咧係冇辦法得到共識，但係就唔代表呢件事情就要膠着落去。
或者停落嚟。所以我哋睇見嘅事情嘅時候，都唔需要揣測佢係咪撒旦嘅攻擊。人要做嘅回應就係繼續前行，繼續咧去為主去工作。我哋最後睇15章39到40節，就睇下保羅同巴拿巴佢哋點樣去繼續前行。喺呢件事情上邊，佢哋兩個都有值得我哋去借鏡同埋學習嘅地方。39到41節呢度話，呢度於是二人起咗爭執，彼此去分手。然之後咧，巴拿巴就帶住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羅咧就揀選咗西拉，亦都一同出發。蒙弟兄們將他交於主嘅恩典中，他就走遍了敘利亞、基利家，堅固眾教會。我哋見到，雖然二人分離成為咗事實，但係佢哋冇因為呢件事情咧就感到沮喪同埋失意，冇因為咁去埋怨，或者係花太多嘅精力去要尋求立時嘅復和，更加唔會因此咧就彼此為仇，互相嘅去爭鬥，互相嘅爭鬥。反而保羅同巴拿巴係以神嘅使命，係以神嘅福音咧傳揚為佢哋嘅首要，將宣教同埋傳福音嘅事工呢嘅事情放喺人嘅感情同埋情緒之上。喺經文反映，宣教團隊咧冇因為呢件事情就所謂 get stuck 卡住咗，冇因為呢件事情咧，佢哋就選擇停滯不前。我哋見到巴拿巴帶住約翰馬可，而保羅就選擇咗西拉，佢哋繼續喺外邦人嘅地方去傳揚福音。呢個咧就喺聖經喺外邦人福音工作當中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就係一個嘅侍奉團隊，因為一件突如其來嘅變化，大家都唔想出現嘅衝突，佢係分裂成兩個嘅宣教團隊。喺聖靈嘅帶領之下，反而係有更美好嘅果效。使徒行傳16章1到5節經文係咁講嘅，就係呢件事情之後，後來保羅來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裏有一個門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的猶太婦人的兒子，他父親卻是希臘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稱讚他。保羅要帶他同去，只因那地方的猶太人都知道他父親是希臘人，就給他行了割禮。喺度我哋睇到保羅就遇見我哋熟悉嘅佢屬靈嘅兒子提摩太。然後經文繼續話，佢哋經過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長老所決定的規條交給門徒遵守。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呢度就喺度描寫緊教會興旺發展嘅句子。其實喺《使徒行傳》裏邊，每一次教會經歷苦難逼迫，或者遇上今次嘅阻礙，又或者佢哋勝過異端邪說之後，路加咧就用類似一句咁嘅句子去總結，意思就係喺各種困難嘅事情發生之後，教會仍然係靠住神嘅恩典去勝過，冇停滯，繼續為主去工作。教會咧，先可以繼續持續嘅去發展落去。信徒佢哋選擇去信服，繼續前行，然後進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呢個就係我今日講到嘅信息嘅焦點，同埋我定呢個題目嘅目的。其實我用呢段經文，可能當中有啲弟兄姊妹心水清嘅，可能會有印象。呢段經文咧，就係我7年前第一次嚟到 XCC 當中去 interview 面試嘅時候咧，2019年3月
即係大概7年前呢段嘅時間，我教主日學咧就係用呢段嘅經文。我嗰次講嘅咧係衝突同埋復和，人同人之間有唔同嘅意見，好難避免。而今次嘅重點咧，我哋就係學習保羅同巴拿巴點樣面對難以預期嘅分離之後，佢哋點樣為神嘅國度為首要，為着建立神嘅國度而繼續前行。如果大家有印象咧，7年前嗰日嘅 interview 講到咧，我就係講述神點喺約瑟嘅生命裏邊化苦為甜，將睇嚟唔好嘅事情變為好。所以我今日嘅信息就將呢兩個嘅主題結合，成為咗咧我今日要講嘅嘢。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嘅心意。有時候分離係好難避免，亦都冇對同埋錯。我哋更加咧唔需要遷怒任何人，認為係呢個人唔啱，嗰個人需要負責任。我想用呢段嘅經文作為嘅教導，代入到我哋而家粵語堂嘅事工嘅處境裏邊。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係要學習，有時候分開亦都係神嘅旨意，不論原因係乜嘢嘢。其實我哋信徒聚集喺教會，我哋因為耶穌嘅緣故，我哋有一個陌生嘅人成為一家人，成為親人。我哋每星期見面，我哋喺教會裏邊生活。我哋有時候就要思想一下，教會其實係一個咩嘅地方？神建立教會嘅群體嘅心意，其實並唔係要我哋喺地上邊永永遠遠快樂咁生活落去。我哋聚集彼此認識，其實係有佢嘅心，係有神嘅心意。因為喺地上邊嘅聚集只係短暫，永遠嘅聚集，我哋永遠在一起咧，只有喺天上邊先可以做得到。人始終都要面對生離死別。所以我哋稱為主嘅門徒，我哋跟隨主嘅人，神俾我哋喺地上面教會去認識，其實係有使命俾我哋，最終就係希望我哋每一個人，我哋每星期喺教會裏邊聚會，我哋可以見證神仍然喺個世界上邊，我哋可以領受，我哋可以學習，並且當我哋散去之後，我哋可以將呢份好消息去繼續傳揚。呢個先係我哋基督徒喺地上邊，我哋要彼此認識同埋聚集最終嘅目的。所以對基督徒嚟講，神嘅使命先係最重要。就好似保羅同巴拿巴，佢哋面對分離，佢哋首要嘅就係要繼續擴展神嘅國度，繼續前行。神嘅國度擴展，述說神嘅榮耀，先喺世上邊門徒最終我哋嘅目標同埋照明。或許從呢個角度，我哋可以放下一啲感情上面嘅糾結，學習信服喺神嘅心意裏邊。就如我引言所講，我哋要保持平衡，一個最好嘅狀態，就係我哋眼睛要向前望，繼續去前行。呢個咧就我今日想表達嘅信息。我哋低頭禱告，親主，多謝你，你留下你寶貴嘅話語去教導我哋，讓到我哋每一個信徒，無論我哋人生遇上乜嘢嘅阻攔，咩嘅意外，我哋總能夠靠住主你嘅話語去度過。主啊，求你嘅靈親自向我哋說話，讓我哋面對人生咩嘅處境，神你都幫助我哋。無論係患難困苦，神你扶持我哋；遇上喜樂平安嘅事情，亦都讓到我哋懂得感恩。在我哋今天，我哋藉着保羅同巴拿巴，我哋學習喺主裏邊，可能有一啲嘅事情係好難預期，好難預期，係我哋冇辦法預計嘅。但我哋學習佢哋點樣喺難以預計嘅事情發生之後，佢哋仍然願意係以你嘅角度為先，佢哋願意去擺上，繼續前行去傳揚福音。求主你幫助我哋，
讓我哋領受明白，並且願意喺我哋生命裏邊，喺我哋教會群體裏邊，我哋去活出嚟。父神，求你繼續帶領我哋 XCC 教會群體去成長，我哋願意繼續去跟從你，為主你而活。主，我哋多謝你，我哋感恩禱告，奉主名求，阿門。